嚟着衫，陪大家睇天氣。一股清勁偏東氣流持續影響廣東沿岸。本港今日係大致多雲，下晝中環嘅能見度超過10公里。朝早受驟雨影響，部分地區雨勢比較大㗎。西貢同埋離島錄得超過20毫米嘅雨量。而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朝早各區氣温係介乎22至26度，較尋日係稍低。而日間炎熱，各區氣温上升至到27至32度，咁其中上水更加上升到差唔多33度。預料未來幾日仍然有驟雨，而隨住副熱帶高壓脊增強，下星期驟雨會減少㗎啦，轉為天晴同埋酷熱。我哋轉下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温介乎25至29.7度。7點鐘氣温係28度，相對濕度81%。咁天氣先生，之後天氣點呢？大致多雲，有幾陣嘅驟雨。聽朝早局部地區有雷暴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氣温介乎26至31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，初時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。而星期六有幾陣嘅驟雨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去到下個星期初漸轉天晴。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。睇埋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屬於高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多雲，澳門驟雨，深圳驟雨，廈門天晴，台北天晴。上海多雲，杭州多雲，南京多雲。武漢天晴。天津天晴，北京天晴。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，大阪天晴，東京多雲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多雲，胡志明市落雨，馬尼拉落雨，墨爾本明朗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明朗，奧克蘭驟雨。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明朗，多倫多天晴，羅馬雷暴，蘇黎世落雨，巴黎驟雨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雷暴。天氣講到呢度，拜拜。